大家好。估唔到1年後大家仲喺度睇九龍城寨。咁好開心，次東京電影節，亦都好多謝東京電影節俾我一次機會再過嚟同大家見面，同大家傾下偈。多謝晒。哇，999好耐咯。未到20年嚇，差唔多20年。咁你最記得係我自己。我哋去咗泰國拍一個景，嗰個景係一個垃圾山嚟。咁真係由垃圾堆出嚟嘅一個山，好多垃圾。咁我記得夜晚黑要拍一個動作場面，就係 Edison 同阿李燦森 Sam Lee 嘅一場動作場面。咁我記得拍到有個位，突然間打緊嘅過程，突然間Sam Lee 多咗一個動作，打下，突然間佢，跟住又繼續打。跟住咧，我 cut 完之後問佢：頭先你做咩多咗一個動作嘅？咁啱啱佢隻曱甴飛咗我口度，我攞翻出嚟。同埋我覺得999對於我自己嚟講都幾重要，係幾係開始揾到自己喺呢個世界嘅方法，或者係用一啲咩方法去呈現自己眼睇到個世界嗰樣嘢。相對糜爛，相對刻苦。冇希望嚇。慢慢開始喺999建立到一啲自己對於喺電影裏邊自己對於世界嘅一種睇法嚟。或者 even 一啲美術上嘅選擇都好，都係喺999 start from 999到後嚟意外又好，哪怕去到後邊嘅智齒又好。軍雞係其實最想講下軍雞，因為軍雞同日本觀眾好有關係，因為佢係改編一個日本漫畫，亦都係我好中意嘅一個本漫畫，亦都係改編好失敗嘅一個電影。可能太中意。可能太中意，反而係我一個好有包袱嘅戲。當然，但係我覺得亦都好多謝軍雞嘅失敗，令到係有後邊嘅自己嘅意外或者車手出現，或者令到我好決心入去銀河影像，跟住杜琪峰去拍戲嘅一個契機。不過我都雖然我呢件喺軍雞度做得唔好，但係我都好榮幸可以同橋本二藏先生去交流、去溝通劇情上嘅嘢，一齊去創作。我好多謝橋本二藏先生。入到銀河影像，其實就決心要做一啲同之前啲戲好唔同嘅嘢。咁我諗最大嘅得益係重新認識電影，我諗係喺銀河影像最有價值嘅事，對於我嚟講。同杜生一齊分享佢中意嘅戲或者我哋睇咗啲戲，聽到杜生嘅意見，或者我度啲嘢，佢俾嘅意見咁雖然過程係好痛苦，嗰種痛苦係不為人道地痛苦。我真係譬如意外咁，你度淨係劇，即係未去到劇本啊，淨係故事大綱講故仔方向啲已經係我唔記得20幾30個版本。咁但係去到後嚟呢個監製好好，係因為已經過咗1年半啦，其實2頁紙都冇。咁跟住，但係佢肯俾我話開住工諗，即係你拍住去諗，拍住去諗啦咁先至造就咗後嚟嘅意外。咁當然，好多人都話銀河影像嘅拍嘅方法好任性，但係我覺得呢種係一種追求，呢種令我明白到電影係需要有追求嘅。呢個係杜生或者銀河影像我最大嘅得着。冇頭嘅又係一個又係一個災難。災難と言った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我個災難，因為其實我第一次拍車啦，咁因為嗰陣時我哋個 budget 唔係好多，所以我又唔夠錢拍好快啦。
咁我唯有拍慢啦，咪點樣慢得好睇啦？塞架車入個後巷度啊，掟彎啊走啊咁樣樣，用自己嘅方法去拍車。咁我記得第一次拍完啊，將成部戲拍完，跟住呢就剪出嚟啦。咁我後尾剪片嗰個階段，我已經去咗，因為我嘅 schedule 問題，我就去咗拍第二部戲啦。已經唔係 Milky Way 嘅戲，已經係出咗去翻咗大陸拍第二部戲。到我收到第一個 cut 拍完，即係順晒個 cut 嘅時候，即係第一 first 個 rough cut 之後，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我想打爛個電視機，因為我覺得拍得好差。咁我即刻打電話翻去 Milky Way 問：咦，阿杜生睇咗未啊？咁佢話睇咗啦。咁因為其實片主想快啲出片㗎啦，要快啲出片，要上畫咁。咁我話杜生講咩啊？咁佢話杜生話等你翻嚟喎。跟住呢，我聽到呢個等你翻嚟，我就覺得我即刻笑咗，話耶！即係我仲有機會啦。即係佢唔會將條片交俾老闆先，因為佢知道有問題。嗱，呢個監製呢個係非常好啊。跟住呢，我就拍完嗰部戲翻嚟呢，阿杜生真係，唉，都係佢自己啲錢嚟㗎啦，應該。咁啊，攞啲錢俾我繼續補拍。因為其實係咯，即係呢個係真係一個好好嘅監製，真係我都唔知點講。但係佢真係再俾一次機會我重新去拍過好多唔同嘅飛車場面。當然我補嗰個日子係佢都呆咗嘅，佢諗住我補8日10日嘅啫。後尾問我補幾日啦，我話補16日。佢即刻望住我：你補咩啊？我話你唔好理我啦，你俾我拍啦。咁到個監製都真係俾我拍咯。葉偉信導演、葉偉信監製我，其實因為我哋可能個年紀會比較近啲啦，咁我哋個溝通就會好啲啦。咁但係我覺得葉偉信佢幫咗佢最強幫咗我就係喺個古仔嘅情感上，佢會發揮得好啲。我記得《殺破狼2》嗰陣時，佢一定提醒我話：你唔好 last 一定要溫暖㗎。因為有個小朋友個女仔嘅靚妹嘛，咁佢話Tony Jaa個女，咁佢話你唔可以死㗎，一定要救得翻呢個女仔咁我因為有希望，因為個戲需要有希望咁樣。咁我諗佢呢樣同阿杜生會幾唔同咯。咁杜生呢，就係我諗佢兩個唯一一個一樣嘅地方就係大家都唔會係太左右我嘅創作。但係大家提意見嘅方向好唔同，即係對杜生就喺成個主題上啊，或者追看性上啊，就會有一個好大嘅要求咯。咁同埋會好唔客又唔可以講係好唔客氣，佢好直言不諱地會指出我嘅問題嘅。呢個就係杜生。咁阿信呢，就會都會用一啲方法嘅，或者係我哋用一啲 friendly 啲討論啲嘅方法去處理一啲戲劇上嘅問題。咁相對等係兩邊都有唔同嘅自由度咯。咁當然係同阿信一齊做嘅就係嗰個自由度就會大啲咯。咁但係唔好嘅就係梗係你所有嘢都係自己孭飛啦。咪人頭影像同阿杜生合作嘅話，就係杜生會幫你撐好多嘢，令到你可以好安心去拍戲，咩都唔使諗咁。我諗呢個係最大嘅分別。我諗《西遊記》對於我事業上嚟講係有啲幫助嘅。但係創作上係其實個幫助好少嘅。喺個幫助，即係個成長係相對少。咁喺個製作上真係成長咗好多，因為佢真係一個好大 scale 嘅題材。佢嚟俾到好多經驗，我同一啲唔同國籍或者同一啲咁大型嘅 scale 嘅戲嘅一啲嘅或者唔同工作人員、唔同國家工作人員合作嘅機會。亦都令到我不停喺度，一來有幫助，二來亦都令我不停好迷失嘅。好迷失就係究竟你係咪一直拍呢個類型嘅戲落去？咁我嗰刻就其實幾 lost 嘅，其實去到後期幾 lost 嘅。咁後尾先至決定要翻嚟拍智齒，拍 Limbo。可能要拍一部比較 personal 嘅戲去平衡下，或者有陣時你拍
一個 personal 嘅戲，慢慢你揾翻究竟點解你會中意電影。當然你面對市場唔係錯嘅，但係佢有陣時會帶你去到另一個地方。咁但係喺嗰刻拍完第三部嘅時候，我就好想翻嚟問翻自己，點解我會中意點解中意拍電影？到其實拍 Limbo 嘅過程裏邊，你慢慢我就又唔係叫開解，但係你慢慢揾翻一道力。原來拍戲係咁，係咯。可以透露嘅程度就肯定會拍第二集啦。咁同埋應該喺下年嘅3月，我哋一定要開始拍㗎啦。咁幾時上就未知。咁因為都要有啲後期製作啦。咁我哋希望盡快咯。咁而拍呢，就會先拍咗後邊先嘅。即係拍咗終章先，咁前傳我哋會再計劃喺幾時睇下，就幾時開始拍咯。咁其實兩個劇本都會同時發展緊嘅。而家其實兩個劇本都寫緊，因為佢其實最尾嗰集同第一集個關聯係幾深嘅，即係好多嘢都係互相有關聯嘅一個故事嚟。係我頭先見到一講九龍城寨呢，個個人都咪咪嘴笑。九龍城寨の話をするとみんなニコッと笑ってるんですが、どうしてですか？好啊，會盡快拍完，盡快俾你哋睇到。できるだけ早く続編を撮り終えて皆さんにお見せ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我點講啊？就係好榮幸咯，即係好榮幸今次嚟做呢個 master class。咁我都唔知有啲咩重要嘅可以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睇頭先嘅對話裏邊揾到自己想聽嘅嘢。咁不過我想講下就係我自己總括啊，自己人生暫時到依家呢一刻都遇到好多迷失嘅時間。其實做創作就係咁。咁我哋都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呢個迷失會伴隨我哋一生一世。咁九龍城寨都係一個好多迷失之下出現嘅一個結果嚟。咁希望呢啲迷失嘅結果到將來大家都會喜歡。